所属。这个是犹太的书，就是犹太的摩西的五经在新约全书。摩西的五经就是我们在这个书上要一起要看下，在这个新约全书的新约，我们来就是在塞菲尔就是这是犹大人说的。第20章第15节，对那些就是说能掌握这个犹太的书我就把这个话把这个字给你们看了，就是你们那边也可以读是否跟我是不懂，我来用犹太语来念的。这个就过了。这边说的就是而且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2章第15节说的就是摩西的律法摩西的五经被废掉了，就在希伯来书的圣经，我用的英语。这个意思就是而且在废掉在大的自己的身体要废掉原错，那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就是所有的规条就那犹太的说被废掉了，就是就是被废掉，就是英语的，就是所有的规条，法语也是这样说的。应该按照这个上帝的话，你们孩子们，你们可以用英语或者是法语或者是圣经的，你们用马语吧，就是那个以弗所书第2章第15节，为了让人看到，那在十字架上所被废掉了，就是摩西的五经，就是天父耶发现要把它要废掉了，然后就叫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把它废掉了。那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被废掉了过后那这个是怎么说的？就是那个刑罚这个刑罚是用法语是怎么说的？就第一个刑罚第一个宪法就是调节摩西的律法，天父耶和华就是要把那个奉献的要摘掉了，那是调节就被废掉了。然后就是我说在十字架上要把它废掉了，这个就是要正式的要把它废掉了。那新联盟我说的法律叫人不再犯罪他们老外他们英国人说是完全的也跟着我说要跟着伊拉就代表他在他的地球，我现在我教你们要跟着伊拉，我要带你们要去我说那里，在我说里面要说洗礼吧，就是你们要逃走将来的惩罚的，因为这个都已经打击在你们的地球就为了伊俩多亏伊俩都在寻找
就是在为了这个，一俩都在造，就是用什么样的话，为了拯救你们。因为如果都要一个一个都有去啊，我都有做不了。因为一俩都有去这个地方，就是要要看，就是要检查他们的所拜的上帝是什么，因为要把。在地球上的上帝要打败，伊俩必须要检查那些假上帝啊，他先了解，然后接着就把他们打败了，叫人从他们的手中要取出来。所以我们该想一想，按照这个教训，就是十条诫都被废掉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是被废掉了。保罗啊，我说你们在向他学考烹饪的因为保罗他是个人力啊，伊俩是来自天上天。保罗就是要看到以利亚的时候啊，他不能再匍匐在我的面前了，所以大多人是我，他是认识的，我说的弟弟啊，我是在告诉你们保罗怎么能反对听福音法？因为听福音法要把这个风险都拆掉了。就保罗要说要重复要重说，业务说都说摩西的律法一话一点话都不能废弃，就是对你在重说他的时候啊，就不可以要动了。想说的时候你不可以要动了，只有以色列的才能总说的。你为什么是把他家乡法国人、科摩人的？你是怎么总说的？那些非洲人，谁教你们要总说是条件啊？谁给你们说要总说是条件啊？你们都看到，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情况是不行的。我对你所说的话，你该要想一下。保罗什么时候啊要叫人的总说是条件，所以他都知道这个是不可以给其他的国家有总说的，只要以色列的总说，按照的道理，他就是来反对上帝的上的话嘛。因为保罗说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15节，他说这个是条件是被废掉了。他知道天父耶法都被废掉，他都代表我说是来说，你要说这个是在十字架上是被废掉了，这个是我说的话在他的考虑出来的。他在希伯来书来确认的，我们来念下就在希伯来书第7章到18第19节。因为有一个他做见证的时候，因为如果我们说这个因为在以前的希伯来的话，就是摩西的律法20条件，那就是他说那个先前的条例，因为往后的唯一的所以废掉了。因为这都是保罗所说的。那你们说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听福音法，他本人都把它废掉了，他怎么又总说他本人都把它废掉了，连自己的圣殿了都被废掉了，为了让人不再总说。却有人他们都不要慌，说要把这个要叫人就总说，他们真的要惹上帝要愤怒啊！他们都要拿着这个是条件，就叫人的有总说，这个都是叫听福音法要愤怒啊！所以你都来
来重复也重说。那你这个意思都是你要交代有俸禄，这个就是说我有素来被废掉了，我要重复重说的，我就是错了，再加了代数。加了代数第二章第18节，我素来所摘回的，若重新建造，这就是证明的自己是犯罪的人。颠覆耶和华都已经把是条节和摩西的律法废掉了，奉献的。如果颠覆耶和华重新建造啊，那这个是不可以，因为他记着使徒们要说不可以再重说。那按照你的道理，就是要使徒们要重新的要重说这个，因为他说我所摘回的，我重新建造，那就说是个犯罪的人。颠覆耶和华是没有重新的教人的要重说的，要无说就在十字架上把它废掉了，颠覆耶和华先把它废掉了，然后要说把它废掉了。那些是动漫的，就教人的如果有教人的要重说是条件都要下去就这个不是我们这边的使徒们，因为个个都是有自己的使徒们，因为要跟着，因为颠覆耶和华要把它要废掉的是废掉了，那就说不会再可以动了，因为有啥都有带战的特意的话，因为以前都已经被废掉了。那话就是到这里，我希望你们都是要说到我说的祝福，我希望你们都能明白，能了解所有的教训的，你们就赶快离开那里，不会再住下去因为一些宗教里许多一直迷惑你们，我希望你们都能想一想，你们要返回到真理。那真理是什么？就是跟着颠覆耶和华，又跟着无说。就是要跟着以利亚，就是颠覆耶和华无说所打发来的，我要带你们去你那里，你们得跟着以利亚如果是颠覆耶和华是上帝那你们就跟随我。如果你说那些假上帝是上帝那你们就准备要受到惩罚。聪明的人将火就藏起来，愚蠢的人就往前说话。我们一起祷告，颠覆耶和华，永远的荣耀归给你的。今年把有这个道，就是为了给那些听者要恩典了，那些听者要拯救。亲爱的颠覆耶和华，请你拯救他们，请释放他们这个永生的话，就是能进去在他们的心里脑子里，他们就变成拯救。请答应我的祷告，请能帮助你所差来的一辆能做我的工作，为了荣耀归给你的神的名字，请天父耶和华，请能把有请的拯救他们，就是要向去你那里。我奉耶和华的名字做了这一切的祷告，哈利路亚，阿门。那我祝你们有得到耶和华的保佑，我们明天再见。